实际是阮兜，大家来佚佗。过昼较袂遐热，长尾山羊仔飞来歇伫迄丛老家东，惦惦仔听树骹，阿英甲老爸咧开讲。阿爸甲阿英摕实际的地图咧看，阿爸你看，因心实乌，实际地图袂输一只家母咧。阿英哪记哪笑，老爸头仔加甲查某囝讲，实际人以早全是种茶米，甲乌涂炭趁钱过日的。阿爸兴一个气阁讲，实际身体像鸡，实际人嘛亲像鸡共款骨啊，敢毋是行对人咧？长尾山羊仔招规边，飞啊飞对大尖山，迄个大花园来。2月山顶有樱花，4月水东东。大尖山像花园，3月道观花，4月油桐花，实际人来遮运动兼收花，真正是1减2个5减洗裤。长尾山羊仔飞来到西边的金龙湖，青色的山景，种植水面有够水的啦！真侪人顺湖边的小路行入去，路边拢是青翠的菜园仔，散步阁有鸟仔声飞盘，山顶果水的翠湖，伫遮开讲泡茶收花，有够赞的。爸仔囝来到附近一个庙埕。阿爸讲日本仔时代，这是日本新社，即马是道教的忠顺庙。阿爸讲，咱的历史遗迹爱珍惜。人讲起厝重成功，拆厝一阵风。这的历史记忆爱栽汤保育。阿爸行来到遮，我小可巴肚枵。阿英抬头看阿爸，阿爸讲，遮有一间100年的红菇店，做红菇粿真好食。这间的红菇粿有够侪款，嘛有面菇、寿桃、米糕、四角粿、通好选。阿英讲，我上爱食包土豆腐的红菇粿。两人行到基隆河边的新光桥，桥顶有一支插对天顶的麦克风，暗时有古派的灯光，实在有够水。四界拢暗落来，袂讲好意来照路。爸仔囝相牵去桥顶散步，基隆河顶风轻轻啊头。阿英感觉住伫实际有够幸福。